呢個60秒極速充電秘技，差啲就從互聯網消失，就連手機高層都驚佢嘅威力。趁仲有得睇，快啲睇啦！點解保安要強行將一名港姐拖離全國最大型智能手機展？就係因為佢公開示範點樣令手機極速充電。上個月我親眼見到展場保安將一個細展位嘅港姐喺示範途中強行帶走。佢嘅罪名就係示範點樣令舊手機變返同新機一樣，完全唔使換新款。如果你因為部手機變慢、耗電快、成日窒機而諗住換機，我接落嚟講嘅可以幫你慳返幾千元。我做產品測試員，參加科技展接近6年。上個月我去咗拉斯維加斯大型手機展 ，Apple、Samsung 等大品牌都擺晒大檔賣新機。但我發現人群湧去角落一個細展位，人人舉住手機想睇清楚，呢種場面好少見。嗰個講者唔係企業專業講員，只係企喺接台後面，旁邊有個電源同一個細小黑色裝置，大細同充電器差唔多。佢舉起一部用咗3年、電池2個鐘就冇、程式超慢嘅手機，機主本來都諗住換機。佢將手機插落個裝置，睇住60秒發生咩？手機電量由14%瞬間跳到38%，本來窒到攤嘅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全部半秒再完，流暢到震。現場所有人都好驚訝，點可能？有人問。講者笑住答：你部手機唔係舊，係被人動過手腳。佢話手機公司會喺軟件更新入面植入程式碼，刻意整慢舊機，加快耗電，令機身過熱，呢啲叫計劃性報廢，目的就係逼你換新機。每次更新入面都有隱藏指令，控制手機效能。佢舉起個黑色裝置，呢個可以覆蓋呢啲指令。唔單止充電，仲可以移除人為干擾。跟住佢試一部舊 Samsung，幾秒就回復正常，運作超順。機主開心到笑。我本來諗住今個週末市$1200買新機㗎。講者話佢哋就係想嚟咁做。跟住驚人一幕出現，2個保安突然出現，唔夠60秒就拔走裝置，勒令執嘢，直接拔走佢。我哋全部呆晒。我追到停車場問佢究竟，佢嘆氣。每次示範都係同樣結局，大品牌贊助展覽，控制所有內容，任何威脅到佢哋換機週期嘅都會被即時叫停。上年我被出4次展覽，佢話手機公司唔想公眾知，自己部手機其實被刻意整壞。佢介紹呢個裝置叫 HyperCharge Pro， 用 AI 晶片技術掃描手機軟件，偵測並抵消隱藏限速程式碼，令破壞程式無法啟動。示範顯示，由15%充到100%只需11分鐘，滿電後續航長達56小時，唔係平時3-4個鐘。呢個係硬件，唔係 App， 手機公司偵測唔到，封唔到，更新都繞唔過。我當時部手機都慢咗好幾個月，本來都計劃換機，於是問佢邊度買。佢話而家淨係網上有得賣，實體店唔俾賣。當晚我即刻訂，2日後收到。以前每日下晝2點就冇電，而家用到足3日。開程式由10秒變瞬間再入，11分鐘真係充滿。第二朝起身，用咗成晚電量，仲有90%。我拎去試老豆部舊安卓機，佢投訴幾個月，部機由幾乎用唔到變到同新機一樣。佢話上星期差啲使$1100買新機，而家慳返一大筆。原來好多人都被呃。手機公司話用18個月就夠要升級，全部都係大話。你部手機慢，唔係因為舊，係被程式刻意整壞。每次更新都有隱藏程式，逼你換機，公司靠呢個賺幾十億。HyperCharge Pro iPhone 同 Android 都用到，設定唔使30秒，插電連手機就自動運作，唔使下載 App， 唔使技術知識。手機公司唔想你知，先叫停示範。起訴呢間公司2次想停產，而家庫存剩返287部，供應鏈問題要明年先有貨。公司仲為首次買家提供50%折扣，24小時後原價。我親眼見有人因為幫人慳錢而被拖走，先知道件事幾嚴重。佢哋指望你年年使幾千蚊買唔需要嘅新機，唔好俾佢哋得逞，即刻冚鏈接去官網。趁賣晒前入手。
賣完就要等到明年，到時你可能又被逼換機。你部手機唔使換，只需要擺脫阻礙佢發揮潛能嘅破壞程式。趁仲有貨，快啲入手啦！